Hello，我係 Ken， 全職嘅多倫多地產經紀。今日咧就翻嚟到萬錦市嘅市中心。咁呢一度咧，而家有一間就好適合要換樓買屋嘅買家，因為呢一度咧有一間1118尺，OK， 尺價大約800蚊，3房2個車位嘅38號 Water Walk Condo。我哋今個禮拜一齊加港區。38號 Water Walk 係由 Times Group 打造嘅 Riverview Condo 系列，成個項目咧其實都係 Uptown Markham 第3期發展之一。咁連同附近幾棟嘅大樓加埋咧係有1000個單位嘅。咁喺2022年左右嘅時候先落成啦，咁所以外觀同設備都好新。38號 Water Walk 單位組合方面咧都係以1房同埋2房為主啦，當中包括1房加書房啦，2房2廁呢啲比較實用嘅戶型。咁如果你係家庭或者想要多啲空間，好似呢一間咁樣嘅話咧，樓裏都大約有一啲1000至1300尺3房3廁嘅各位單位，不過數量比較少啦，所以呢一間呢幾乎真係幾搶手嘅。咁講到屋苑嘅設備，Riverview 同成個 Uptown Markham 系列一樣，主打都係一個中高檔康度生活。大堂有24小時嘅 concierge 住客健身房、party room、lounge、游泳池啦，塞住喺呢一度最方便就係配套齊全。行出去已經係 Downtown Markham 一帶啦，附近有商場、餐廳、咖啡店、寫字樓同超市，或者係短途駕駛嘅範圍咧，搞掂晒日常嘅需要噶啦。大家最關心嘅管理費咧，大約可以用尺價去估。以同區 Uptown Riverside、Riverview 呢啲大樓近排嘅統計咧，一般管理費都係喺每尺6毫至7毫左右。咁即係話一個500尺1房嘅管理費大約係300幾蚊一個月咯，700至800尺2房嘅大約就係400幾至500蚊。咁1000尺呢一種嘅3房咧，大約去到700至900蚊，視乎實際嘅面積。其實 Ken 信安咧一直都好建議 Times Group 嘅材質嘅，尤其是你睇下呢一度起咗4至5年㗎啦，你睇到由呢一個櫥櫃、地板、油漆，所有嘅用料咧都繼續係好耐用。如果你唔講，我亦都唔知道年紀嘅話咧，我覺得呢一度係啱啱建成嗰種嘅感覺，所以 Times Group 做得真係非常好。呢一間 condo 咧係非常之適合由大屋豪宅要轉，即係開始 downsize 轉翻去一個細 condo 嘅時候，咁所以附近嘅生活設備對於你哋都非常之重要嘅。同阿 Ken 信安去睇屋嘅時候咧，我哋都會講到3樣嘢，一就係 design。佢嘅設計啦、美感啦、視覺嘅和諧度啦。第二就係嗰個 function， 即係功能實用性。第3咧就係嘅 added value， 佢附加嘅價值、質素、保養同埋長遠吸引力。齊睇嘅時候，一齊解答呢3個問題。好啦，咁我哋由玄關位入嚟嘅時候咧，呢個1018尺嘅玄關位一定配置咗一個好大嘅 jacket closet 喺呢一度。咁呢個 jacket closet 咧，如果就咁睇，其實可以擺多一個鞋架喺度，配置大約15件嘅 Canada Goose， 上面可以繼續擺嘢。呢一度係9尺樓底啦，所以由玄關位入嚟嘅時候咧，冇細 condo 嗰種嘅閘。呢一度係 very open concept 嘅一個玄關，我會建議再擺多個鞋櫃。左邊呢一個位置咧就係有 stackable 雙魚顏色嘅 Whirlpool washer and dryer。喺左邊咧竟然有個 powder room。OK， 呢一間屋係配置咗3個廁所嘅 two-piece 嘅廁所，就可以俾到客人即係朋友入嚟用嘅。因為呢一度就係佢嘅 four-piece second washroom。呢個 four-piece washroom 可能俾翻仔女去用啦，所以當如果有朋友過嚟嘅時候咧，你可以將呢個鎖咗，叫翻朋友用翻客廁。咁呢一個可能有好多私人物品啦、私人用品嘅時候咧，就用呢一個廁所。Times Group 咧都會配置咗白色雲石嘅 vanity，OK， 水龍頭、星盤啦，佢都係配置咗一個灰色菠蘿紋嘅瓷磚啦，作為呢個 backside。所以呢一個廁所咧係灰襯白嘅 color tone。咁而家呢間 condo 咧，其實嘅 color tone 都係用翻一個灰白色嘅元素，咁所以睇落去咧係非常之現代化。好啦，由玄關位入到嚟呢一個 open concept kitchen 咧，好光喎。點解咧？因為 open concept kitchen 同埋佢嘅 living room 都係 combined space。living room 呢一度咧，你可以見到 floor to ceiling 嘅 sliding door 同埋 window 啦，所以俾到陽光咁自然光咧，西北邊咧打翻到去呢一個
灰色襯木色嘅 color tone kitchen，個感覺上咧反而唔係陰沉，係非常之現代化同埋光亮。I really like that。講到佢嘅櫥櫃收納空間，其實都好深嘅。你睇到咧，都到頂嘅收納櫃，3層嘅收納櫃，大約可以擺到3支半嘅豉油位啦。咁所以都非常之深。不單止有上邊呢一層啦，下邊呢一層咧 ，Time Scoop 都會做咗呢個 Magic Cabinet， 俾到呢啲角位咧 maximize 到佢嘅收納空間，做得好好。除咗一個大嘅中度咧，可以做早餐吧、功課台，其實都可以擺一啲收納支柱嘅。嗱，3邊開放式設計咧，令到客飯廳同廚房都係連成一線啦。咁一家人返到屋企，好自然就係聚焦呢個位置。單位配置都有不鏽鋼嘅電器啦，包括雪櫃、焗爐、煮食爐、洗碗機、抽油煙機，加上石質感覺嘅 backslash， 所以平時煮嘢食抹一抹就乾淨，唔使花太多心機去打理。咁嚟翻呢個客廳區咧，大約都係200尺左右嘅位置啦。佢配襯翻都係灰色嘅 laminate flooring， 然後9尺樓底，俾到陽光感都係由西北邊嘅陽光打到入嚟，採光度非常之好。呢一個位咧係好傳統，我哋最中意嘅實用 floor plan， 因為呢度係長方形嘅，咁所以咧其實擺呢個傢俬非常之容易。佢而家就配襯咗2個 sofa L 字形嘅，都可以繼續用到啦。然後擺個 TV stand 喺呢一個位。咁佢亦都用咗好多嘅空間咧，去擺呢3間房嘅。咁呢3間房我哋入到嚟第一間房，呢一間房都係向翻呢個西邊啦。3頁嘅 picture frame window 咧，俾到陽光咁打到入嚟，所以呢間房係好光亮。我亦都見到一個細節咧，就係佢會用翻呢一個6寸腳線。OK， 咁睇落去更加 grand 嘅。呢一間客房咧，就算佢喺3樓嘅時候都非常之安靜，即係我都喺呢一度入邊咧，大約1個鐘左右啦，我係聽唔到出邊啲車聲，我反而聽到自己喺間房嘅回音，代表呢一度嘅燒梯做得非常之好。佢配置咧都係一個 double mirror 嘅 sliding door， 咁所以咧你可以着完衫之後照一照鏡先出去。咁你都睇到啦 ，Time Scoop 用嗰啲用料咧，佢亦都做咗呢塊防撞膠。咁所以就算你點大力閂嘅時候咧，都唔會有嘭嘭嘅聲。呢啲咪細心位咯。嚟到第2間房咧，採光都係非常之充足。咁呢一間房同啱啱第3房都係用翻同一個玄關位嗰個廁所 4-piece 廁所。咁呢一個位置咧，大約係110尺，用翻嘅都係6寸長腳線灰色 laminate flooring 9尺樓底，仲有一個 double sliding door 嘅 closet。嗱，呢一間房嘅採光亦都非常充足，咁你都可以睇到咧，對面呢一度就係嗰個紫雀金燕酒樓嘅 Plaza 啦，入邊有麥當勞、Canada Computer、Scotiabank 嘅銀行、TD Bank 嘅銀行，咁所以係好方便嘅。咁你問你 Cancer 呢一個層數咧，其實係低層啲嘅，咁係適合翻一啲家庭或者我哋老友記咧。係唔想住得太高，因為住得太高咧係可以望得好遠，不過有陣時都會畏高噶嘛。你景觀望一次夠啦，你如果成日都望住咁高嘅景觀咧，你會覺得畏高。仲有如果走火警嘅時候咧，住喺呢個第3層咧，走落去都快好多。咁所以對於我哋嘅老友記嚟講，呢一個係非常方便同埋安心即係定心嘅一個單位，一定要夠光猛。咁入到嚟呢個 master bedroom 啦，嗱 master bedroom 咧就有自己嘅陶瓷，呢個 4-piece 陶瓷大家都可以睇到啦。繼續響應翻嘅都係白色雲石嘅 vanity，OK， 配襯銀色嘅水龍頭啊，咁所以嗰啲配襯嗰個色調咧做得非常之好。咁佢亦都係 standing shower 啦，咁就方便出入。即係而家個業主咧攞翻出嚟賣嘅時候咧，嗰個清潔嘅程度咧，做咗 professional clean 咧，成間屋真係似啱啱新盤交樓嗰個時候。繼續響應翻嘅都係灰色波羅紋嘅瓷磚啦。嗱 master bedroom 佢都係2邊窗嘅，一個西北面嘅採光度啦。你可以睇到咧，佢可以 fit 到嘅就係 king size bed 3邊落床嘅。不過而家我哋做 staging 咧，就係做咗一個 queen size bed 3邊落床5尺床嚟嘅。咁繼續咧，其實都陽光感非常之充足。咁好，我哋都嚟到呢一度咧，可以睇到其實對面已經係 Markham Town Square 嗰度有 Scotiabank TD 紫雀金燕嘅酒樓啦。我哋望遠啲嘅時候咧，已經係
個 Markham City Hall，咁嗰度好多活動可以做嘅。咁繼續去翻呢一個西邊嘅 Highway 7咧，好多嘅超級市場、餐廳、First Markham Place 都係1分鐘嘅車程。OK， 咁你落翻去南邊咧，就有 Markham Downtown， 咁就可以睇所有嘅香港電影啦。咁如果我哋嘅東邊咧，去翻 Highway 7就有新旺角、朗豪坊同埋 Unionville TNT 都喺正呢一度附近，所以呢一度咧係萬錦市嘅中心點，最多生活設備，最受我哋嘅華人歡迎。好啦，講翻3件事先 ，design function 同埋 added value。咁你睇到咧，成間屋嘅設計咧都係用翻白色嘅油漆，配襯嘅都係一個灰色嘅地板。咁所以咧，其實拉闊咗同埋拉高咗呢一間屋嗰個嘅視覺比例。佢統一嘅設計風格咧，都係用翻一個現代化嘅感覺。咁然後講到 function 啦，呢一度咧3間房，每一間房都係正正方方，擺位係非常之容易。我自己最中意咧，其實呢一個傳統式嘅 living room 同 open concept kitchen 咧，最會用到 condo 嘅 layout 㗎啦。因為我見得太多而家越新嘅 condo 就越多三尖八角，呢一個單位就冇任何浪費咗嘅位。佢廚房嘅設計咧，亦都係一個走動方便，其實2-3個人喺度煮飯咧都唔成一個問題。廁所嘅實用性咧其實非常好嘅，因為佢呢一個 share bathroom 其實非常大。如果我可以做一個 upgrade 嘅話咧，我會加多一個收納櫃，俾到廁所可以收納更多嘅可能毛巾、自己嘅化妝品，再更上一層樓。咁再講佢 added value 啦，呢一度咧作為萬錦市嘅市中心，真係有晒所有嘅生活設備喺你左近，你揸車又得，搭巴士又可以。咁對於呢一個 condo 作為4至5年新，佢下邊嘅會所同埋 concierge 都係非常之 welcoming， 我自己好中意。作為萬錦市，我覺得都係幾個 top notch 嘅。咁今日我入嚟嘅時候咧，都係一個華人嘅保安，咁大家有傾有講 say hi， 我覺得好舒服咯成件事。現時呢個單位同保養程度，我覺得做得非常好。你係睇得到業主係做咗一個深層清潔。咁雖然因為 condo 都唔係話好多嘢搞，你都唔想買咗個單位翻嚟，見到好多電器、櫥櫃、地板、baseboard 都係整到爛爛溶溶，好似租咗出去嗰種感覺。所以呢一間係做得非常好。我係 Kent 全職嘅多倫多地產經紀啊！如果你中意我原創同埋去咗咁多間屋嘅話，喺下邊支持我 smash 個 like button。如果你想揾Kent 幫你買賣同埋租 any price point，I'd love to be your guide。你可以喺下邊嘅 Beacons link 揾到我嘅 contact information， 或者就係填寫 type form 俾我 Kent 知道你嘅需要，例如你買賣、你嘅時間性、地區 community、校網、生活設備、方向、風水嘅需求，你話晒俾阿 Kent 聽，等阿 Kent 配置一個 customize 同埋俾到最準確嘅答案你。我哋下個禮拜繼續加港區。